当年新腊公元前後，小寒同大寒的節氣當中，寒流一層又一層地來，而像草嘅對梅花好開咧，也係一年中間梅花開到一定好嘅時節。同一梅嘅吼，3胎啦，阿公阿爸啊個都嗌天3胎啦，3胎你攏可以梅生活啦。梅花開好唔好，關係今年嘅收成。花若開真好吼，佢結果都會較好啦。今年嘅花比去年又較好啲嘅，阿媽冇真好啦，今年強熱啦。強熱吼，啲梅花都開唔會出來啦。愈寒愈好，冇寒到落雪吼都做唔得啦，冇落雪安尼都做得啦。啊，蓬又真大，啲蓬嘅真大啊，也生真太生啊，我要真大嘅未來收分啦。我細漢咧都離梅嘅樹下太好嘅啊，也有一條梅真太條，所以我五條梅攏佇遐出現嘅啦。只梅吼做唔得不用睇啦。當初時頭係到福建省就二縣金水村的張林曲兩公婆，當地嘅做飯一米里嘛，係也傳飯的作性。梅啊，家己做的，就搬水來，後就水洗個打水，後就鹽梅啊，後落啊響梅啊個洗落去一湯就浮起來，就比種梅啊接起聲，只要落響幾年啊，落都就有2-3年啊。煮梅啊落去，人講梅啊煮起啊，伊煮了骨會軟會好食，人老就背，人整梅啊老就背，人打講這樣長好。前2年來，一隻莊嘅人，還係保留定老祖公嘅習慣，煮嘅家下會將蘆葦梅落去，也係記下1000年前中原地區就有嘅食插傳統。这座墓葬就是我们2015年发掘的一座战国时期高等级贵族墓葬，具体的年代就是距今有2300到2400年左右。那其中里面呢放主人木棺的地方，发现了有一件梅盒。从50年代发掘的1号墓和2号墓，还有我们15年发掘的8号墓，16年做的这个18号墓都有梅的发现，那数量有多有少。就是说这个梅在当时战国时期楚墓里面还是比较常见的，不仅是我们这一块儿，包括湖北的这个包山楚墓啊，还有其他楚墓里面，还是常见，应该是一个流行的饰品。18号墓发掘出土的时候，它是保存的原状，里面有水啊，各种散落的这些东西啊。那么清理过程中发现，把水倒掉，把这些杂物取出来，就是在顶里那个淤泥中，就发现了有成组的很多颗的这个梅核。信阳城阳城18号墓呢，出土了这5个鼎，放在墓葬中就是用来盛放食物，来敬献给死者的。在这个保存比较好的里面，我们发现了有一些梅子的果核，大部分上面还可以看到一些残留的梅肉，黑色的，外面就是被一些青褐色的淤泥包裹。这就是清理过梅肉和淤泥之后的梅核。
可以看到上面密布的小细孔，这就是梅子的特征。在这个鼎里发现的梅核，现在我们初步估计有20多枚。可以看到这么大的鼎里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空间，这是不太合理的。所以说我们推论，当时除了梅子以外，应该还有其他的食物，很大可能就是肉食和利用梅子的酸味它的特性来一起烹饪。一些古代的文献里面也提到过这样的记载，《尚书》里面的若作禾羹为盐梅，《左传》里面禾若羹焉，水火溪海盐梅以烹鱼肉。这些文献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个梅子在古代烹饪上是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的。考古出土的梅叶，已經被人認定係經過人工育種的果梅，而清早出現啲中原地區，咪就係一係河南省同福建的地區。時間蔓延。大約係公元292年後，平定朝代結束，韓國外出嘅熱情，中原地區嘅人開始向南駛到長江中下游嘅島上。梅葉現正有飲食保健嘅功能，每本移民帶向南方。喺長江中游嘅湖北黃梅縣蔡山鎮嘅一頭金梅。已經有1600年，杜河就同移民向南西路線同年代作為前後的見證。到係唐朝末年，公元875年，又在過有民變，黃巢之亂，在過獅子島陸主公向定江南、閩西、粵北、粵東遷徙，一度盤過5輛山馬。進入珠江流域，建立安身立命的新家園。梅樹就按你啲南方角色當建。連接江西同廣東的梅關家，就係嘅樣式移民遷徙嘅重要路線。家順嘅梅花，講起嚟千多年來，陸主公年菜係樣嘅遷徙嘅。梅關古道呢，它從唐代，也就是公元716年開鑿以後呢，這條古道呢成了一條最便捷、最短的一條。這條古道開鑿以後是中原人南遷的主要的通道。過來的這些所有的村民當中呢，他們許多都是屬於客家人的，所以這條古道也就是說客家人遷徙的一條主要通道。这个就是咱们广东南省的诸暨巷，这一条巷道呢，它是在咱们中国呢是一条最古老的巷道。它这条古巷道呢，承载着1000多年的历史。广府人以及海外许多华人，他们的家谱记载都是说从这条古道上走出去的。从这条古道上，我們現在所發現出來的姓氏呢，真的是有好多。一度係啲住幾巷嘅移民，呢度愛有漢那湖嘅發展。第幾下百年當中，分別曬去廣東、福建、韓國、海外一度所在。其中未包含遷徙到台灣的陸主公。我嘅祖先吼有4兄弟啦，吼太房嘅吼，係對這個族譜地嗰度吼有記載啦。而第吼係對梅關、對住幾巷，各位過到廣東呢位啦。我祖先人講。接王相祖恩讓，同夏日廣東惠州府潤安人之中正鄉。哦，像這裡，我哋鐵石梅花太平在笑呢，就會講宋金的故事。歲日逐條關土野，趁時亞木，富梅花。
哦，你趁死阿母赴美法，你就會講宋健呢個故事咧。宋健佢本身就係有風骨嘅，佢可是代表我哋宋家，佢就有寫一篇入邊梅花賦啊，係有風骨嘅，哦，所以你咪講賦梅體，來紀念咗宋健。宋健嘅梅花賦用梅樹來寫意，認同梅樹嘅精神，融合到鄉下，傳嚟萬古在，做嚟講係代代相傳。啲家己梅山鄉按青春嘅走案了，按照文獻嘅記錄，係直接對福建走案駛來嘅行人。唔過，以下幾件唔曉講客嘅。梅山出產梅葉，現在家家戶戶都種有梅樹。1950年代就發展出做鹹酸甜嘅加工業。這樣時嘅梅山時期，見到梅出產嘅時節，忙內都擼梅嘅、曬梅嘅景象，做嚟講係豐盛一時。葉建芳喺梅山街巷開鹹酸甜嘅店，已經有30年嘞。佢另外一個身份係梅山老梅樹嘅主人。一單我攏起來一兩擺爾啦，顧無來啊。這梅啊，唔知是原生種，還是咱的先人來種的。這有可考據嘛？咱嘛唔知啦。專家咧講是講超400年啊。阮老爸的時，你若佇口面吼，看到呀，看到兩張樹啊。我這張梅啊，其中一張，吼，迄你遠看就是迄像一支雨傘，足大支的，足大支的。那咱這個講，唔拿1000萬的迄種就對啦，非常大支啦。阮老爸咧講算阮阿公，他超200多年前，迄陣啊當時咧茂盛的時吼，每一檔攏生起來攏1千幾斤啦，2、3個人摘一天都摘不完，唔是國卡呀，人爬起吼，出去辦，愛用手啊。爬樹出去辦，一顆一顆摘啊！現在想起來不可思議啦，就講迄陣仔人吼，還佫爬遐懸，還佫每一粒梅啊攏個手去辦。哦，這啊，這幾攏白啊！你若講叫人家醫吼，已經足困難，就講只是互伊生命延遲較久點爾，但是無法度講話會當恢復啊，啥無可能，因為這個樹啊攏算幾啊百擔的物件，你無可能佫恢復的代志。啊，這是算講佇我超20多歲啊吼，因為之前攏有迄橋高竹啊，我甲毀掉，本來橋高竹啊保護住嘛，迄風颱的時吼，伊就袂算講風颱袂拍落來，啊變遐橋高竹啊錯掉了。啊，變風颱又拍，啊，怎像咧算講互風颱嚟受損，啊，怎就壓落來，啊，無本來足懸嘅啊。啊，迄陣啊算講較毋知影保修啊，因為咱迄陣啊人吼，攏較為了經濟價值吼，啊，所以不重視這種東西，誰都沒有較無迄個經濟價值先，啊，就甲錯掉。做過嘅代志既然毋對，你就無法度改變啊。這算講往事不可追憶，這算講無法度佫後悔啊！你短短幾十年，它變化就這麼大。這算講。這張梅啊是喺民國49年的時翕的啦，啊，這算阮爸，啊，這就算講阮表哥的囝，
这若地拢几百岁啊。这张梅啊，伊当时翕的时这画吼，拢也真完整啦。过来这张我介绍一下，这张就是算讲较未来，这条时间上最起码应该差20年以上，因为吼，这主干拢已经后去啊。哦，啊，所以这就是时间的见证啊。自17、18岁、15、16岁啊，算讲阮爸就甲我教讲这树是安怎拍安怎拍。早期的梅啊拢足大丛的啊，吼啊，所以讲迄果子拢足悬的，啊，即个人较巧就晓矮化了，就无咧拍。分享拜请吼，啊，这本地咧特别讲吼，啊，今日地主吼选着这粮食节日吼，来开工挽梅啊，来吼，啊，地主既然这吼饼吼，啊，大紧再报来啊，环境吼，祈求特别讲来保佑地主安尼开工吼，啊，平安顺遂吼。高鐵50年，葉建芳還係無田邊的一項技術。這樹啊吼，這白安尼要透吼啊，白啊好白啊，絕對袂反的就對啦。咱若爬起树丛吼，你若袂晓拍树吼，迄就是算讲足危险的代志啦。所以并爬大丛树啊，啊连茎啦是挽物件，一定拢总，尤其像这挽梅啊，这种共款，都一定爱拍树就对啦。若无袂晓用树，就足危险的啦。咱爬起树顶吼，这条树就是咱的生命。你人树爬较大，你人才会使行较大。这条最主要就是讲，咱这平话摊尾吼，啊，就是一定爱爬这条吼，伊会较窄，啊，较袂摇，啊，搁做较有力。啊，最主要惊吼，咱爬树丛一定要有爬这条细条，伫咱的身躯边吼，你有当时啊吓的啊啥你才袂危险，有这条护树好扭，袂使讲无护树啊，当徛咧时阵足危险的。无你人若坐出树外出去吼，你若物件生了伤济伤重的时阵吼，伊就对迄树遐长去，所以迄是足危险的。當難想象，這麼嘢竟然就像現代高空作業，愛好擔，愛有優良。愛用心同耐心，手一行就做唔得。準備好勢，怎麼有豐碩嘅結果？一下美術單單同佢改到可愛嘅一種特殊嘅摘果子嘅技術，冇聽錯就圖嘅一代人特產美。你拢爱做秋梅用的，新的艺术开始，啊，甲黄的艺术，我摘一整年，啊，那翠梅咯，前面前后1礼拜安尼摘好安尼。
今年较细粒一丝啊，今年雨水上万来，开花了结果了就开始爱有陆续爱有雨水啊，安尼是上好啊。你看，你查清楚哦，你看按太粒叫按细粒。今年比去年较加，伊湿湿的天啦，加无清楚。去年它5万公斤，今年差不多6万公斤，6、7万安尼天啦。很常吃啊，可是梅子期间的话，我都会吃梅子。就是爬一颗的话，我当然都会吃1、2粒这样子。我今天是忘记带盐巴，都会带盐巴，然后就在树上沾着就吃了。对。卖个设备拢切甲上出来啦。3、7，按样的做，拢切甲慢慢的上，慢慢的做，慢慢的上。那做着较艰苦啊，都想要看按样来做吼，做较好势。啊，再慢慢的上，慢慢的改，啊，你都改到切好势。你都迄卖的书啦，卖的青苔条哦，记下来，啊，也就是做咧烧火啦，煮糜的清好啦。都送个糜的吼，6、7分熟，啊，落去打做存个糖，啊，糖再熬，然后慢慢的熬，这些捞它的杂质啊，杂质清楚啊。个糜会破啊，慢慢种入去啊，落去装鼻枪落啊。用细火安尼煮哦，慢慢的煮啊，煮较久啊。一改吼，煮过好吼，啊啥应用啊。他比较晚没有回来，我就看他是在忙还是已经回来了，快12点了。哎呀，快12点还没回来。透早出去就是做到饭点，你赶我看，到1点啊，稀松平常也要11、2点。啊，无你想也莫转来。哎呀，想也莫转来，有只嘛落雨落足大啊。哎呀，水力落足大的。最主要是累了，他开车会打瞌睡。梅子每天都有吃，有的时候吃脆梅，有的时候吃 Q 梅。啊。梅精最近就是比较懒得吃了，然后2、3个月没有吃了，结果又通风又复发了。现在开始也是开始要每天吃了，要保持这个习惯。同台湾同样，福建在湾的梅没有复杂。阿妹上来真更正，今日上山采梅枪，梅子今年好家家，阿妹满面笑哈哈。今日梦一场啊，今日第一次唱啊，加现在梦一场啊，因现在梦一场3个啊。以前就话，以前做些那个山头，挂在山头啊，那个你这一唱一首，我挂在就按过来了。我一般就帶到嘅千個啊，乜嘅嚇，談戀愛啊，你乜嘅，你哋大家上嘛就意思咁樣啊。
掉头，阿公买奶买落油。我3個就隨便揼就跳啦，隨便騙嘅啦。你打嘛攞，我就用得安全啦。你但如果上山，咱用山，咱從山過。真不來不真計哦，半夜三更就來睇路，去嗌阿哥喺暗路哦，下次鋪啦要交代哦。舊年萬1萬斤，今年萬把嗰個唔知有1000斤喎。天可能食都無變啊吼。今年可能冇玩具啊8斤，呢啲真冇。舊年玩具係10斤嘅，鬧玩具1斤。開始開發一頭頭，昨日阿哥冇奶好，3月開山3月爆，冇接料咯，冇奶好。石王烟喺福建呢最南片，中槍梅已經保有幾千年呢。梅嘅文化做得講有相當久嘅歷史。現在今年嘅梅嘅出產無多，狀態法安山老爺頭槍梅，細細下洗澡來做出梅餅。除咗出家食以外，咪做得拿來做過年過節本親戚朋友嘅訂補。那青梅山上採回來的時候，就拿回家拿去洗。南姜也是有藥物作用嘛，南姜啊，再加上那個它味道比較好，它味道比那個姜的味道好。洗乾淨以後，讓它涼乾，有太陽的時候就給它太陽曬2、3天，曬乾一點它就沒有水分。因為你那個它拿種以後，它會生那個水起來啊，要曬乾一點，曬3、4天還可以。你買了什麼做嗎？這邊？好，我哋上路。攞，南邊嚟啦。梅這邊以前我們這裡古老以前就有了，一般1斤青梅要1兩元，要鹹一點。那南姜都1斤梅子1兩左右就可以了。三種它下去種得越細越好，因為越細的時候它做會成型，太粗的時候它做不成型。一般來說，青梅它是比較酸一點，那人家做梅餅什麼，他喜歡那個酸一點。做以後就放在那個蜜哈，做蜜做的那個胎子裡面，放在裡面有太陽的時候，這個太陽曬；沒有太陽的時候，放在那比較通風的地方，給它風乾就是了。太陽比較熱的時候，要好幾天才會乾，很難曬的青梅啊，要曬很久，曬得很久的。以前呢也是沒有去做客啊什麼哈，或者去外面做事什麼，就帶一點點，它乾的比較好帶嘛。有送親戚啊，或者自己可以，口渴的時候啊，拿點到嘴裡面去，這樣這口水就會流出來的，就不會就乾喉嚨，不會乾的。有可以解渴啊，那肚子那個脹起來就是喉嚨還有傷風啊，那你搞一點點給它泡水，給它吃下去。它馬上就消下去了，就好，人就輕鬆的這樣。人中暑的時候，拿點泡水也好，可以吃也。對狀態法來講，廣東梅嘅養生的秘密，除咗梅餅，還有梅酒。梅子酒現在採梅的時候就可以做了。不能要選那個比較好的，沒有爛過啊！涼乾以後1、2天、2、3天涼乾以後才能開始做的，弄個冰糖。人家比較沒有條件不好的，都下白糖，就沒有下冰糖，冰糖就比較好。
加一点点蜂蜜，它口感更好。这也是一个秘方啊。撒下来一整年，黑梅酒等于发的葱油时间。状态法不时去看，就等最合适的时机。发酵1个月以后，酒倒下去，一般要2、3个月，3个月左右，或者半年以后才拿起来。它梅子酒喝了以后，也是有这个药物作用的，是的，喝了也对身体比较好，比较舒服。自古到今，青梅就是药典当中的良药。在本草纲目的记录，梅有明目、益气、滋腰、安心神的功效。金水村的人大体上就当常数，冇听错，就会老生梅的习惯有动态关系。你家就嗌爸，你家嗌媽係啦，你家嗌媽係啦，嗌媽同時寫得91歲，91歲講嗰些嘅，佢也長壽啊，長壽。我見嗌面97歲了，老人他都不喜歡打針，好像我媽媽那樣，他都不喜歡是拿那個青梅，他1年都要搞1瓶，我就拿嘛，那個採回來之後，拿洗好，跟那個風乾以後，就拿給他自己去搞。是，還冇這個路，還是？強強子。你70歲就識啦，所以咱後生子佢冇買些啦，但係咱些到就阮就咁就路都識啦咁。我說盆湯就睇到個盆湯就睇到個阮就3兩日就煮個搞得濺對下就得濺就好，買就濺就阮湯就好食，就食生就。咁每就黏就好食，我按叫路家咱都好，俺家路2、3咱都好，冇生菇。你Q咱路都見嘅呀，湯鮮啦，鮮咱路都見嘅呀，都鮮咱路都見嘅都挽油的，都先忙上的是的，挽油啊，油湯水去的呀，油湯水不食得呢，淡淡。你來講皮佬啊，講甜甜啊，咁啊嗬，湯這個先是湯水，如果食來嗰啲強鬆，食強鬆，啊梅盤就食唔落。講到種梅啊，紅桂島應該是算萬上早，大約是在差不多70、80年前，總共60棵，3戶人家各分20棵。那一批梅子應該就是豐貴島最早期的，從山上這邊往山下種。那現在我的那一批20棵的老梅還剩下10棵，最大的樹圍是2人合抱。这些寄生呢都要把它去除掉，如果不去除掉的话，这些梅树的枝干都会被它干枯死掉，那对这个梅树的影响很大。这些老梅树因为一方面是老树，它的枝干会比较脆一点，我都不让工人上去，怕他们危险，也怕这些老树的枝干脆的话会折断，那对老树来说会很伤。所以说，修枝啦或者照顾啦，都是自己亲自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样的话比较放心一点。
从我出生就跟他们在一起了，几乎每一棵都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所以我来修建因真欢喜，因为从小就看着他们长大，他们也从小看我长大，就等于说已经有好几十年的那个相处的时间了。坦白说，就是这些老树已经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你不能很轻易的就把它忘记，或者是不去看它。这一批老树呢，当年在台湾产梅子很盛行的那个外销日本的年代，曾经是最主要的经济收入。1970年到1990年，这差不多20几年的时间里面，台湾产梅子70%在南投县，南投县70%在信义乡，信义乡70%梅子产在丰贵斗。你就可以想象那种盛况，回想到早年的那种盛况哦，都可以做梦都会笑了。甚至于包括你看我这个一大把年纪哈，都是吃梅子长大的。差不多信义乡有60%、70%的那个农民，当年种梅子的时候都是靠梅子养活他们一家。1970年代中期過後，信義鄉又遇到種梅成功，年收入超過幾百萬的農民，做得講係田上下的綠金傳奇。車德蘭就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我爸爸收往都有50條田，50條梅高本來，我出去增加，當時看到個梅嘅前途相當好。年前中增加咗1000條，咔嚓睇住都暗補時，別人出面嚟靠梅啊，做咗一暗，困唔到，我係用數天呢，朝人嚟做一暗，所以栽梅咁樣一暗，11點，暗時11點。梅將送出嚟，公斤50蚊用算以後，13萬公斤用嚟算，50蚊用算有幾多錢？600萬呢？以前啊，價錢好嘅時節啊，看到老爺伯要結業嘅，像錢數開發公款，會感謝嘅，心會感謝嘅。莫要兩梅啊！望見本日讀書讀太好啊，註冊數學費愛祖母攞到錢，全部都係梅來嘅。你啊都冇空困咧，價錢冇好。日本時都有價錢，福建有價錢，價格梅咩太陽神山嘅，冇買台灣嘅梅。不單安尼，還有台灣人去大陸種梅，種落嘅梅我拿過咗嚟台灣賣，就安尼，台灣嘅梅真是無利可圖。人哋人體已經都唔會賺錢嘅，賺錢嘅時間過夜冇嘅啦。遇到嘅種梅嘅時期，車德蘭帶領家孫呢去參加嘅梅園樓。人子梅，紅色的啊，紅紅的，跟人家插人子一樣啊，全部都係傳說中的。最傳說得嘅，
充满十不老的，那就安尼天呢。我就看别人怎么爬就爬了，很有趣啊。这次我来山上的时候嘛，我要采梅子的时候，我要走上面一起去上面采，然后在上面的时候就看到一条蛇，让我吓一大跳的时候，就把梅子弄出来了。先用盐巴抹，用手这样子弄啊，然后再用锤子敲，再用糖水弄到里面去，和水一起泡，然后明天再同一个时间再弄一次。按细记，对咱们的做梅都清清楚楚，从细落下就总有梅，今日是一片梅叶，汉白的希望。两只阿公乡下，是培养，咩是传承。10年一种，一没人打造就去上航无害。同嫩白冇口样的是，家来嘅同姑娘没天天上山。今半夜喺家来都出家嘅梅叶，14咧头一年。读好些来。咁翻嚟。嗱，我記一條嗬，也贈送呢嘅啊，也攏愛記貼。哦。啊，留意思咧，莫記到貼斷。佢所以喺尾嘅司機向送去嘅都冇留嘿，咩嘅冇插嘅，嘅太記嘅。超難嘅吧？安尼記人記安尼啊，好冇？哦。安尼扣落去嘅，唔好安尼強慢啊！誒，你話後水一時倒出來，係安尼。個細機嘅用夾嘅都好誒，唔是用機嘅，用機嘅吼，電都唔好勢。啊，一機落去，一機吼，底下都強紮咧，冇冇化當正確。誒，要化留電好打磨，嗱嘅乜正確。誒，安尼。唔是夾到安槍，安尼都冇嘢好打。哦。嘿，睇嘢條睇都好誒。哦。啊留電吼，明年都俾個長毛嘅啊。哦。唔得你係當機槍都冇嘅，冇長毛嘅啊。冇開發啊，幾都冇啊。他們從來沒有在那個園區工作過，而且是他第一次接觸，啊，所以有點擔心他工作上是不是會有危險什麼，因為從事農的也容易受那個小傷，啊，所以上來看一下這樣子。啊，輕啊，種下落去都好誒，做唔係強睇啲別踢，我謝啦，做唔得忙，那冇謝嗬，都接唔會過誒。睇啲咯，係嘛？誒，明嗎？誒，小冇啦。OK 啦，剛割到還蠻痛的。啊，那種新的梅，誒，你一定爸爸去拿個梅苗。哦。誒，我種個潛條誒。拿安尼唔錯嘅，你冇講係？我拿安尼都冇損嘅，拿安尼。哦，中公眼看。
好，哎。那你有简单冇？冇简单。冇简单哦，冇简单啊！學啊，下禮拜攏我教本年呢。哦，我盡量。係啊。我望我愛調較準嘅，愛調較準嘅苗。我真要，愛咁個好看。好啲哦。係啊，調較準嘅。正哦。係啊。買有正嘅。愛咁好。我啊，安尼都教我妹，也捌做。第一次来到这个梅子园，然后今天就跟爸爸上来一起工作，然后就觉得学到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以前都觉得电视上看起来那些就是农夫，好像做这些农业都很简单，自己做做看才知道，原来就是这么辛苦，每个地方都要付出很多心力。今日表现哦，差不多70分添啦，係進度要慢慢的學習啦。我也每年吼已經3胎年嘞，啊我來都第4胎啦，哦我媽向我來吼，都接落去啦。千多年來，高梅田地移民的腳步傳到華南各地，又跨海來到台灣，田地老祖公嘅一步一腳跡，係精神的盤，咩係老天公嘅福音。希望梅樹年年開花大葉，永久見證的歲月嘅芬芳。